国际消息，咱要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拍赢这届选战，就要去白宫啊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伫咧初五投票结束的24点钟内，美国民众伫咧谷歌找移民去加拿大、纽西兰也有澳洲这个关键字，数量是增加10倍。现此时嘛有真侪移民者伫咧美国甲墨西哥之间的边境，希望伫咧川普上任之前会当申请到庇护入去美国。 美国前总统川普会重返白宫，真侪美国人已经开始找找其他的出口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为谷歌的数据中显示，自美东时间初五投票结束了后的24点钟以来，美国民众首先搬到加拿大的次数一日增加1270%，移民到纽西兰的类似首先也同款超过2000%。另外，想要移民到澳洲的人增加820%。事实上，美国民众之中，就连对海外移民的热调已经是头一摆啊！早在2016年，川普拍败希拉蕊时，都有不少美国民众因为对川普的无信任，产生想要选举国外大的想法。那安尼，川普高强度的非法移民政见，也互真侪伫美国的非法移民真紧张。特别有2架载有394名非法移民者的航班降落伫瓜地马拉。这寡非法移民大部分拢是伫想要进入美国的时，互拘留伫美墨边境。 Quiero instarlos a que pues cambien las políticas que tienen, ayuden a los migrantes, porque casi el 80% somos latinos y somos los que que somos los que trabajamos y los que luchamos para que las grandes empresas crezcan más. Y pues gracias a los latinos, los gringos como decimos acá, los estadounidenses tienen sus empresas y nosotros como latinos somos los que más chambeamos, somos los más aguantadores. 初六也有美国的每日上限2500名移民，用行的经过墨西哥南部，准备伫边境申请庇护进入美国。这移民拢毋望会当伫川普入驻白宫之前成功申请庇护。专家有讲，川普上任了后，会赶走至少1000万已经踮伫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，佮执行伊之前无完成的美墨边境墙政策。另外，也会更加严格限制庇护申请者，要求因伫第三国提出申请的时，都爱伫第三国等待结果。公视新闻新闻部编译。